永豐實金易 EDDA 快捷存款教學。打開應用程式，輸入你嘅實金易賬戶號碼及登入密碼，登入永豐金銀網絡交易平台，選擇資金存取，點擊 EDDA 快捷存款，予以登記銀行戶口，點擊設置電子直接付款授權，進入到新增銀行戶口界面，請核對你嘅扣賬銀行戶口身份證明及名稱，然後輸入扣賬銀行戶口號碼。設定每日存款限額後，點擊下一步，確認所填寫嘅資料正確無誤，點擊及閱筆條款及細則，點擊同意並繼續，最後點擊確認及提交，就成功提交 EDDA 直接付款授權申請。下次存款時，只需登錄帳戶，予以登記銀行戶口中，選擇扣款帳戶並點擊立即存款，輸入存款金額，點擊下一步。資料核對無誤後，點擊確認及提交，就成功提交存款指示。存款會於大約3分鐘直接到帳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有關實金易嘅資料，可以掃描圖中 QR Code進入實金易網站。